九龍嘅 MVP 地鐵站喺邊度？影我前嘅咁多位又知唔知道呢？我相信咧住開香港嘅朋友仔咧冇理由唔知道嘅。我哋位於東九龍嘅 MVP 嘅轉車站，絕對係同一時間擁有呢個觀塘線同埋將軍澳線一線直達港島東同埋呢個九龍東 CBD 嘅北角、觀塘，以至去到西九龍旺角何文田嘅油塘站嘅。由信和同埋呢個港鐵打造步行返去油塘地鐵站，只需要6分鐘嘅拍景風正式推出咗啦，價錢仲相當轟動添。第一批價錢只需要咁多，你就可以擁有啦。我的天哪！除咗由我哋嘅項目行返去地鐵站只需要6分鐘，我哋一落樓下行幾分鐘啫，就可以直達返我哋油塘區最大型超過48萬尺嘅大本型商場，同埋超過10萬尺民生少少嘅鯉魚門廣場。無論喺交通啦，同埋日常飲食都好咧，絕對迎合到超過1半嘅香港朋友仔嘅需要啊！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 Kenny 會將資料寄速送上啊！咁廢話唔多講，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睇，我喺東九龍 MVP 嘅轉車站油塘站，由香港最強發展商之一嘅信和集團、地鐵同埋資本策略打造嘅拍景風，究竟發生咩事？嚟到示範單位，當然要換翻套西裝先配合到呢邊嘅環境啦。嗱，而我哋拍景風咧嘅單位咧非常之多元化喎，1房、2房、3房全部齊晒。而我哋示範單位咧就開咗1房同埋2房，我哋先睇2房先。一個431尺嘅單位，竟然可以做到咧2房2廳，再加個超級大露台俾你，即刻過嚟望望。431尺當然空間唔係好大啦，但係開則嘅魔術師信和嘅開則之下咧，入到嚟整體空間相當地闊綽啊！門口嘅位置已經幫你做咗呢 Lucky 指紋拍卡密碼，再加視像鏡頭門鎖噶啦。而我哋入邊呢邊嘅空間咧，做一個內嵌式非常之大嘅開放式廚房喎，而配合埋呢個3.3米咧咁高樓底咧，你見到整體儲物嘅空間咧非常地充足啊！配合埋呢個白色女神化咧，哇入到嚟嗰種溫馨咧相當地正啊！而我哋入邊所用嘅電器品牌全部都係創翻呢個德國名師品牌嘅西門子嘅抽油煙機啦、爐頭洗衣機、雪櫃全部一應俱全。老實地講句啊，睇個空溜溜嘅收樓標準咧，個人嚟講咧真係冇乜 feel 嘅。我哋而家會睇一個一模一樣式，但係擠咗家私俾你 feel 下個感覺啊！由於我哋做咗內嵌式嘅開放式廚房啦，所以我哋呢個位置咧擠翻張4人嘅大餐桌完全冇問題。同埋咧，啱啱我成日講話樓底高，究竟有幾高啊？望一望你盞水晶吊燈，我哋仲可以用咗呢個3米3咁高嘅樓底，就算垂咗一個咧超過1米嘅水晶吊燈落嚟咧，你都完全感受唔到種壓迫感啊！而入門口部分咧嘅位置咧，直接去到落地玻璃部分咧，超過5米7㗎，所以整體個空間咧非常地闊綽啊！我哋客廳闊到大概8尺半到啦，喺呢個位置 set 張3人梳化，再加個75寸嘅電視，完全冇違和感咯。令人驚訝嘅地方咧，我哋個露台誇張啊！呢邊闊到成2米7嘅，相當地誇張啊！得益之處當然係因為我哋做咗3排露台啦，而且你會見到呢個位置咁平伏咧，打開都唔使轉啦。每晚翻到嚟攤住呢個紅酒，或者早上飲住你杯 latte，望住個無盡嘅山景，再加 city 靚景，呢一種咪就係人生嘅享受咯。景點玄關嘅部分咧，分開咗3個位置嘅，2間睡房同埋1個浴室。照舊先睇浴室先。嗱，浴室方面咧，哇，好過我哋1房啦，因為我哋呢邊做咗浴缸呼叉式嘅，有時收工翻到嚟或者壓力大，浸一浸超一超咧，真係減到壓㗎。做咗雙面嘅大鏡櫃，儲物量空間亦都相